昨天韩市长的确是有提到说有这种可能性，现在还在规划，还没有100%，但是正在规划之中。好，如果说有对我们选情加分的话，是一个正面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说12月嘛，12月其实选情越来越吃紧哈，所以我们到时候也要衡量一下，国内的选情的这个绷紧的状况，跟到美国去。两边要权衡一下，所以现在有在规划，可是没有100%确定啊，状况是这个样子。如果要去的话，会见些什么人？如果的那个也要规划。如果说见不到什么太有意义的人，说不定也会影响到我们规划，对不对？我刚才讲说要权衡一下两边这个利害冲突嘛，哈，所以现在要见的人也还在规划之中啊。那如果说这个没有时间或什么的话，因为以地方选举对，我们国内选举是重点。会锁定是政界相关的人士？未必。我刚刚说还在规划，所以现在你们问得太细，我们都没有办法回答，只能说我们规划看看，去能够对于侨界或是对于政界或是对于智库有多少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还有我们国内选情风景的状况，这一起衡量啊。因为只剩下选战剩下60天，我相信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应该都是以地方的行程为主。像譬如说赖清德前一阵子去，赖清德好像是以侨界为主，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那是见不到对这个美方的官方呢，还是他行程安排优先以侨界为主，我们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安排这种访美一定是有他心里面的这个优先次序的。我们也必须整个衡量，尤其是老实说，我非常这个顾虑到说国内那个时候选情的紧绷状况啊。以昨天我这个副手候选人被宣布出来以后，像今天在座媒体的关心程度，我是真的觉得说12月的选情是非常紧绷的啊。想要请问一下，怎么看一下香港的情势，对港警被人民开枪这部分？当然不乐见，我们希望港警在这个情势容许的情况之下，尽量要克制啊。当然我们不在场，很难讲说他这个用枪是不是绝对过度。但是从一个基本原则来讲，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香港的情势越演越烈啊。这个对于我们其实先前就呼吁过说，我们希望香港的事情能够平和的解决，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有帮助的事情。会影响到你们选情吗？影响到？影响选情啊，我觉得香港的事情，当然对于小英，大家都讲说他捡到枪、捡到炮，对于我们是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加分，对于蔡英文阵营的加分效果，已经到了一个收敛地步了。所以再加分也只加1-2分吧，不会加到什么10分、20分了啊。